今日係整呢個香草焗羊架，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呢啲就係喺吉之島買返嚟嘅羊架啦，依家溶咗之後等候處理。依家首先處理啲醃料，攞隻碗出嚟，放入已經切好嘅蒜蓉，放入海鹽。加入少少香草，少少黑胡椒，再加入油，用匙羹將佢攪勻。呢啲就係醃呢個羊扒嘅主要醃料啦。羊扒溶雪之後，除去包裝。今次只係用2件羊扒，將羊扒沖洗乾淨，跟住再用廚房紙將羊扒抹乾。跟住用醃料醃啲羊扒。影片睇到嚟呢度，麻煩你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有你哋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動力。醃完一邊就再醃另一邊。啲羊架大約醃半個鐘以上，等佢更加入味。開中火落油，喺隻鑊度攞勻晒啲油。啲羊架都醃咗半個鐘啦，咁依家放啲羊架落去隻鑊嗰度，等佢喺隻鑊度慢慢煎，煎佢大約3分鐘。話咁快已經過咗3分鐘啦，咁我哋反轉個羊髀，反轉塊羊扒，再煎多佢大約3分鐘。羊扒平均煎嘅時間3分鐘，大約3成熟，5分鐘就有5成熟。如果想7、8成熟，我諗就每邊煎7至8分鐘。話咁快已經過咗3分鐘啦，咁我哋就滗起啲羊扒，加入頭先嗰啲醃料，加少少水。煮佢一陣，咁樣我哋就淋上去啲羊架面上面。香草焗羊架咁樣就完成咗啦。睇完片之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